安南上市公益活動1日上午率先在土城國小登場，台南市府市長蔣靈煌特別代表市長黃偉哲到場致意，肯定安南上市行動團隊長期親近地方，照顧弱勢，也感謝市員出力青持續投入公益行動，成為基層民眾的重要後盾。代表黃偉哲市長來這先給大家拜一個早年新年頭舊年尾啦吼，尤其非常感謝蔡清議員所發起的這個，讓大家提早過年，有健檢好啦吼，是講有迄個叫關學活動，閣有春聯，閣有其他鋪青啦，互你忝忝的會當過來按摩，非常歡喜會當辦這個活動吼。下晡，這是醫師中州寮保安宮現場，不僅有手寫春聯，還有規劃獵人服務，並準備了棉花糖、地瓜球、飲料等點心免費分享，將公益活動結合園遊會形式，氣氛熱鬧溫馨，吸引不少親子家庭做伙參加。佇過年進前，咱來和區兆新議員，牽你請阮做伙合辦這個寫春聯的活動，拄咱閣來發放咱熱情的總統，來蕭美琴副總統的議員福袋，還有總統春聯就是今日佇遮和咱的鄉親做伙，而且閣有發放這個低收入戶的愛心物資，咱希望佇過年進前會讓咱的鄉親感受到咱社會各界的溫暖。舉辦這個愛心的活動啦，互咱遮所有的里民會當安尼感受到過年的氣氛，一寡佳節入戶，嘛有得到社會的溫暖啦，感謝各位一寡支持阮辦活動的一寡企業，一寡社團，感謝這道我們嘛祝這道活動會當安尼圓滿成功。活動現場也分送賴總統的春聯以及開運紅包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冬穩健向前。為物資發送到春聯祝福，安南上市行動團隊以實際行動陪伴民眾過好年，也讓公益不只是員做，更成為凝聚社區情感的重要力量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